当美分歌戏团的名模客栈11月要伫国家戏剧院演出。即摆名模客栈名称相陪夹，相共有歌戏的名称，当美分苦少年、小咪，甲本地电视剧的演员蔡振南、方心、许富凯、方佑新因做伙演出。你若是名模客栈的迷将，即摆你有通看到这个演员伫现场表演，看新的故事内面有啥物无同款。你若是毋捌看过名模客栈，就有机会来看一出无相共的戏剧，伊结合歌戏、歌剧、流行歌仔，带大家来思考人生，嘛互咱对往生了后的世界有别款的想法。名模客栈名称相陪夹是这出戏的名，为11月14到11月17会伫国家戏剧院演出。即阵就会使去 OpenTix 买票。伫节目的文字小界有拆票的链仔，请大家赶紧去买票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国外人是吴忠祥老师伊用5年外的时间写的长篇小说，规本总共有30多万字。这本册是2014年出版，隔当就摕到53年的文学奖。这本小说在讲一个40多岁的公务人员叶国典，伊为着要逃避互伊家己丈人陷害的官司，就假死，变做一个无身份的人，走去南部秘起来。佮互一个失智的老人，就是伊家己无去的后生江文达，就甲伊带转去因兜住。因为叶国典甲江文达相共，头壳遐拢有一只像金龟的胎记。叶国典去带江文达因兜的时阵，看到江文达写予李春秀的情批，伊就真想要了解因两个人发生的代志，佮走去熟悉李春秀。因两人斗阵去找失踪的江文达。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叶国典伊找到伊家己平埔族的身份认同，嘛找到伊家己的信仰。叶国典捌讲江文达的生命是有实体的饱甜的湖水，佫会使反射天地的水。毋过我的生命是虚的，除了白白一片，啥物拢毋是。伊咧找江文达的这个过程，伊去找到伊家己。作者伫册内底会用西转的人、翻转的人，意思拢是改变换新。国外的人是后来才藏起嚟的册名，代表这个主角叶国典，伊甲汉文化的印记、胎记摕掉，找到伊家己的根，也嘛有新的宗教信仰，成做一个新的人。小说的背景是为1990年代写到2000年左右，迄时发生的学生运动、环境运动，甲济社会事件。册内嘛写平埔族内底的马卡岛人、西拉雅人
因自细汉拄到的歧视，生活中遇到的苦难，因去做社会第一站的工作。部落内底2个真贤读册的少年人江文达甲潘水雅，因拢去读大学，佮去参加学生运动，加入环保运动。落尾手江文雅失踪去，潘水雅是10多年后伫伊的故乡咧种往来。册内潘水雅讲，虽然因的土地拢已经互往来公司买去啊，毋过伊会甲因租地转来种作，顾迄片自古早就是因咧生活的田园。册内写伊是有咧战斗的，伊讲毋管敢是用国家的名义，因拢是共一种物，共一种剥削咱生存的太过物。化工厂、财团、政府、法官、学者、特务，拢是一体。伊阁讲，这就是伊自1990年参加学生运动甲环保运动了得到的结论。小说内底详细描述1990年代带领台湾民主化的社会运动，也嘛写这个运动并无互社会内底真正弱势的人拢有得到公平的对待。册内有用到真侪西拉雅语，也嘛有写着真水的西拉雅风景，内面写平埔族传统的祭典甲卖招因的传说，也嘛有讲到庄内的人摕姜去换米的故事，用冬天甲欠缺去换春天甲八月。我今日会先讲小说内底头前迄部分，写伫正批内面影响到叶国典的江文达甲李春秀的故事。后个月才来讲叶国典本身这个人。那照批内底写的，江文达甲李春秀是伫野百合运动抗议的现场拄到的。李春秀是七赞顶教会大汉的西拉雅人，伊参加长老带读册会，嘛因为这个经验，互伊决心大汉要做新闻记者，所以伊考入去大学的新闻系。李春秀读中学的时阵，有甲一个查甫同学真好，毋过迄个同学的老爸是做医生，因老母都无介意李春秀，因为伊是一个住伫山内的人。江文达是住伫山骹的马卡岛人，伊知影家己的祖先是为江水啊，互人赶去到大武山的山骹。伊嘛是大学生，伊甲共庄的潘水雅去参加学生运动。伫迄个批内底足详细交代，迄当阵学生运动的诉求是啥物，因是安怎会经野百合当作运动的象征。批内底江文达伊家己讲，因为李春秀互伊变做一个反党的人，互伊搁较熟悉家己的厝，因兜的人甲伊的故乡。伊写讲李春秀就亲像伊故乡传说内底的天使乌马，这个天使乌马生了足水的，而且会使甲去到水潭边受伤也是中毒的查甫人救互我。江文达足介意李春秀，毋过李春秀已经有一个咧交往的查甫朋友，就是因学校的教授 S。这个 S 是政治系的教授，伊的阿叔是228受难者，毋过伊的老爸为着家族的利益，就加入国民党，后来发展了真好。S 去留学的时阵，就参加国民党的外围组织，也未摕到学位，就有大学教授的课咧等伊啊。S 个人的发展，真下迄个白色恐怖的年代，迄个真侪人甲人的关系受到政治操作影响的年代。伊留学的时阵，捌互人要求做鸟爸仔，伊为着一件代志，佮甲伊的老爸冤家。
回来台湾了，伊的一个同窗死伫大学内底，顶面就要求伊就出来讲，迄暗死去的同窗是甲伊做伙咧食饭，也无特别甲伊伫美国留学时阵做的歹代拢压出来。伊固不二种就安尼做，后来就退党啊。刷落来，伊就开始用228受难者家属的身份出现伫学生的面头前。这个 S 教授落尾也阁有去做官。伊伫上课的时阵会讲自由主义、甲民主、甲和平。毋过伊平常时会去基女经，伊已经结婚啊，也阁会去约伊的学生李春秀。后来李春秀也阁为着伊，甲一个囡仔摕掉。江文达甲这个 S 教授嘛，因为李春秀起冲突。作家咧写册是会去找足侪的资料，伊写的内容真侪是为真正的人甲事件佮编写出来的。这个 S 教授伊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，一寡台湾人的经历。我印象足深的是小说内底写，后来江文达发现 S 就是一个自在的人，就是讲这个教授咧讲自由主义也是别项理论，拢是为着要保护每一个人的自在，上主要的是保护伊家己的自在。话讲回来，江文达1990年代的社会运动真侪。伊就去参加环保运动，抗议化工厂污染，嘛去抗议油罐车偷倒油。抗议到落尾，怎有人开始甲军装，所以伊尾失踪去，听讲就是去澳大利亚去。迄当阵甲伊做伙去抗议的潘水鸭也看破，就回去伊的故乡，顾迄片种往来的土地。国外人这本册是10当前2014年草根出版的。吴中祥是真早就开始写小说，这本册写的有部分是伊咧找出伊家己的祖先的过程，伊所读到的资料，伊所听到的故事。伊捌讲因兜有10外代的族谱，煞拢找无大清时代的资料，伊感觉足奇怪的。后来才知影，因兜的人本来是住伫旧城的马卡岛人。北部族内底，马卡岛人、西拉雅人甲大武两族拢算是亲情。马卡岛人本地是住伫打狗社，后来嘛是互汉人赶，土地无去，就刷去搁较南边的放蛇社。后来去到屏东东港那边邦寮遐，册内写的地点就是大武山的山骹。册内写平埔族人为1990年到2010年左右这段时间因拄到的代志，所以除了有抗议这的化工厂，嘛有讲到陈芬林来台湾88风灾这的新闻。这本册写的是有真水的西拉雅地景，内底的风景有水墙，有溪边的水潭，有会落花的胭脂树，这的景致拢写甲真有路。也无论江文达经过的路，也是叶国典后来走出的路线，拢有讲到迄片往来园。屏东的沿山公路，就是大武山边迄条大路，有台湾上大片的往来山区。这条路为邦寮遐开始，往北经过万峦、内埔，一直到高树迄搭，伊的两边山边甲足侪石头的平地顶头，种差不多有3000公顷的往来。台湾别个所在往来园若有10公顷，就算真大。伫即搭的往来园，真侪拢有超过10公顷。册内潘水鸭的园地都有20公顷啊。册内嘛有讲到，伫遮的往来园，真侪拢是共一间往来公司买去，
才去做互原住民去种植。吴中雄老师伊真早就开始写作，伊写诗嘛写小说。1998年，伊出版华语小说《柴山少年安魂曲》，伊的头一本台文小说《顶塔下》是2005年出版的。伊到今已经出版足侪本台语小说，嘛摕过真侪奖，包括即几档有摕到台湾文学奖、金典奖。伊为2001年参与台语的文艺，2005年的年底发起台文战线，伊即马是台文战线杂志社的社长。伊出版的作品，我会写伫后一期的电子报内底。后一个月，册内的地景会继续来讲这本小说的主角叶国典甲伊行过的所在。我今日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有啥物想法，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这个月电子报已经寄出去，也无订电子报的人，请会记得订电子报嘛，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也请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有EC Pay 链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